这一次的河工往事灯区，从望月桥、承天桥到安义桥，总共有10件作品，想要带给大家一个类剧场形式，也包含了可以有一些亲子的，也有一些动力装置的，甚至有一些灯光剧场型的展演，希望大家有点像是行动艺廊的感觉，让大家在这个运河旁边不但欣赏美丽的景色，街头的艺人，然后也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当代艺术的作品。从作品的第1件到第4件，它有点类似剧场的概念，行动剧场的概念。它是在从整点开始播放3分钟的表演，然后让你走到第2件作品，它有5分钟的表演，然后它就是走到第3件作品、第4件作品，它好像是一个剧场的形式。你走到了第4件剧场，它有30分钟的一个展演的感觉，可以让大家去做一个感受跟欣赏。谢谢文化局跟策展的老师林宏文老师的邀请，然后让我可以有机会参与这次400年灯会的制作。那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新城记》。台南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是你可以会有进城跟出城的感觉。那这件事情在现代人的体验是比较少的。这个是我们做这个作品的其中一个初衷。这次的作品里面啊，我们在新城的部分，我们有放了几个代表性的建筑物，譬如说，我们从荷兰刚开始，在1624年进来的时候，他们所慢慢发展出来的热兰遮城，然后在明朝的时候，赤坎楼、大东门，然后到后来的林百货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南400展区其实一开始就是一个船、一个帆的意象，所以其实他在带我们看见安平跟世界的关系，然后接着其实是各种不同的身份的艺术家，那国外的、国内的原住民、客家或者是新住民。那我们从他们的创作当中，他们其实在体现一个安平作为一个多元的文化跟人群的互动的平台。那运河那边其实我们用了比较科技艺术的做法，因为运河其实它没有这么的宽，它那个场域的可控性很好啦。那我们希望在那边其实用一种比较科技艺术，然后声跟光的相互的结合。台湾灯会，我们在安平灯区，想要呈现跟表现的其实是回应一个2024年台南400的精神。那安平作为一个台湾乃至于台南面对世界的窗口，这400年来，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多元族群在这边的汇聚。那当然它也有冲突、有协调啦。所以这个安平灯区，我们认为它不应该是像沙仑灯区一样，就是一片大放光明的，然后只靠一个单一的。我们靠的比较我们说单一的作品的主灯来呈现它的气势。它应该在安平灯区，我们在讲一个故事然后那个故事里面有很多的主角一起来参与我们对那个故事的诉说这些主角就是这些艺术家们原住民啊、客家、汉族、新住民、日本、荷兰甚至于印尼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台南跟安平多元性的代表啦。那通过他们的作品，我们希望能够看见这个安平在过去的历史的特色然后我们也希望透过也经由安平然后经由这些作品，看见这些多元文化怎么在当代展现出一个新的时代的价值。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2月3日到3月10日，邀您一起来台南赏灯。中西区的工地边出现长10米、宽5米、3米深的大坑，一台小货车就安尼落落去。吊车要来吊内底货车，也毋过因为无法度支撑，规支倒落去，也搁去缀着一台警车。台南市府判断是建商施工伫开挖连续壁的时阵。稳定器发生问题，附近居民烦恼地站敢会受到影响，
市府回应，现场每3点钟会加强监测。用1/2来判断，小于1/2就是我们的认定是在安全值里面。那目前测起来都是小于1/2。后续我们会调原先在整个建设公司在整个一个倾斜盘里面的一个相关的原先的一个基本资料，再比对现在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基本资料，来比对看，有没有造成民众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影响。经过工务局规暝专力灌浆补强地基，总共管理320方克，总算完成稳定状态。倒落去的吊车嘛已经刷走，顺利恢复交通。紧急第一时间就赶快要求来灌浆。那目前为止，灌浆作业提前在5月12点就已经完成。未来也希望继续督促任何的建商呢，针对在盖房子之前或者是盖房子中间有任何损林的事件，都要优先来做这个鉴定的评估。市府后续将会对建商依照建筑法第63条开罚27万。建商嘛透过新民书向居民回示咧，全面来听讲。对整个事件负起责任。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高架上的舞者穿着无同形色的衫，这是魔道新乐园内底的3位仙女。在演出的过程当中，舞台顶的观众无回到座位。因为这是一场沉浸式的活动演出，是模仿来自于我们台湾的一种义政的一种宫庙的开放式的一种表演的活动，让你在一个剧场里头，你可以打开你的五感，去感觉、去听、去感受，去让你的身体沉浸在一个这样开放式的空间，但是你也去感受到舞者带给你的一种韵律跟传达出的情感。剧中呈现出台湾乡民生活，甲民俗技艺的身体元素。编舞家何小梅成功将其变成具有现代风格的当代舞蹈作品。莫岛新乐园虽然是一个当代的作品，但是它里面就是在表现我们对于台湾这个过去历史里面所留存下来的一种情感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每一场开演之前，舞团也早来打卡步的舞蹈，结合百家将歌戏等民俗技艺，用简单的舞步，让大家认捌台湾。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基美医学中心空喙照护中心主治医师叶敬纯指出，8分的预防要为空喙发生时就要开始。空喙处理甲防护技术嘛真重要，应该选用适合医材，避免空喙感染或者是发炎，减少8分的机会。另外嘛建议会当伫空喙有效初期采用镭射手术，减少8分增生。疤痕的预防包含传统我们使用美容胶啦、疤痕贴片啦、疤痕凝胶啦，以及各种各样的雷射。那么今天我们提出来的新观念就是说，传统是告诉我们说，大概愈合3到6个月，我们先擦那些凝胶、贴美容胶，到最后还有疤痕的话，我们再来做雷射。那么今天提出一些新的医学报道，是有实验证实说，其实我们在伤口刚刚愈合的时候，就可以开始配合雷射一起做疤痕的预防，能够有效来改变你中间疤痕组织的这些排列，那让它的松紧，不管是松紧度啦、不舒服的程度啦、外观都能获得比较大的改善。叶医师提醒，8分的形成甲治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抗8分、预防甲治疗并重。需要多方面方法甲策略，同时嘛要结合良好的空喙护理、健康的生活习惯，以及伫必要时针对性的治疗。因此，病人甲医护之间合作至关重要。以制定一个考量到每一个人8分的独特方式，甲整体健康的治疗计划，如此会当减少8分美观以及个人生活品质的影响。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没有，你太香了，他把产生入香菇与葱段加上 XO 酱炒香，倒入用鱼头熬成汤汁，再摆上珍贵食材黄鱼、花椒，细骨烹调。将汤汁倒进有龙胆石斑的砂锅中，慢火熬煮。起锅前沿着锅盖倒上一杯绍兴酒提香，
如此，这道工序繁琐、食材讲究的 XO 酱花椒龙胆包就能上桌啦。这道菜是3月7号到3月17期间限定而已哦。年纪轻轻却有着17年料理经验的廖敬辉，过去曾在新加坡米其林1星餐厅下工担任副主厨，因为创新菜色以及他的好手艺，在2022年被台北远东香格里拉延揽为主厨。来台后，在短短时间内就开发出30道创新粤菜，其中这道 XO 酱花椒龙胆包就是最粤之享双厨连奏其中的一道菜肴。这一道就是龙坡今年的那个500盘的那个料理，它就是会有一个红烧的概念，可是我会增加了一些 XO 酱，还有一些海味，就是花椒，去融合整体的口感，吃起来有不同的层次。双厨连奏的另一位大师就是台南远东香格里拉醉月楼的许忠贤主厨。为了这次的活动，特别运用台南在地食材，开发出这道剁椒西瓜棉，拭目以待。做菜它不会做这样，大部分是用青沙白一刀，可是我们就会用我们上海做菜的手法去给它改变，就放一些西瓜棉啊，我们上海浓汤啊，还有自己做的剁椒去把它呈现一样的创意菜。它吃起来就会酸酸辣辣的，很开胃，跟一般的做法都不一样。醉月之享双厨连奏，结合南北香格里拉2位主厨的拿手料理，推出期间限定8道创意菜色。3月7日至3月17，由台南场率先开卖。双厨连奏的美食活动是结合我们的上海菜以及我们的粤菜，有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特别邀请我们台北远东香格里拉乡公的廖敬辉中餐行政主厨特别南下，以我们的醉月楼的中餐主厨许忠贤主厨共同以台南在地的食材推出季节性的限定的一个菜色哦。那这8道菜的话，期间限定由台南首先出发。除了台南这场，台北香格里拉自20日起至3月底，同样也有醉月之享双厨连奏的活动，让北部的饕客也能够品尝到2位主厨联手推出的创意美食。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记者会上，吴先生行走自如，还能想象去年8月他的左小腿被整只截断。回忆事发经过，从事潜水教练工作的吴先生说，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先救学员。渔船蛮大艘的渔船，是很大艘，他是直接因为我看到船的时候，他已经来不及，就在学生的正后方，赶快先把它压下去之后，用气瓶去顶着船底，然后闪那个螺旋桨，然后压过去这样子。你是先救了学生，就把他拉下去啊，不然第一个就在左小腿被截断后，吴先生发挥自救能力，用身上潜水装备的呼吸锁带迅速止血，还把学员安全带上岸，并请其他潜水教练下水协寻断肢。冷静的态度，连医生都佩服。我们是有2级头嘛，就有呼吸，它有长长的管子嘛，它就像是类似我们的皮带，它有点像皮的，有一点点，它一点点弹性吧，然后就直接这边绕过去，全部把它拉死拉紧，这样子越紧越好，一直拉得非常紧，完全没有感觉，然后看到血没有流，然后就这样子。他掉在水里面嘛，因为本身都有穿那个潜水衣，所以他来的时候，其实他的那个断肢啊是被包在那个潜水的那个鞋套里面的，所以刚刚好是一个算是比较好的包覆，然后送过来。然后我们当然就是在把外在的东西去除掉之后，然后将断肢做完检查，一并的一起送到开刀房。解开护具，脱下长袜，手术疤痕清晰可见。为了接回吴先生的断肢，基隆长庚医院从急诊、麻醉、骨科到整形外科与复健科，医疗团队通力合作，经过12个小时的紧急手术，终于保住吴先生的左小腿。手术的部分的话，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它是创伤截面，创伤截面有时候还是会伴随一个部分的这个创伤区域，所以整形外科这个部分其实是有从病患对侧的小腿取一个差不多30公分长的一个静脉做移植，那其实有重建大概2套的血液循环，包含重要的这个运动的和这个感觉神经，另外也将这个前后和外侧的这些肌肉，大约有10条左右的肌肉去做一个完整的重建，所以在这个重植手术之后，其实这个就目前现况看起来，这些肌肉的收缩和力量传递都有达到不错的效果。
基隆长庚医院整形外科医师蓝靖宇也提醒民众，遇到断肢事件时，一定要把握3大重点，并在黄金抢救时间的6小时内送医进行接回手术。第一个是发生的当下，我们希望是能够尽量的去控制伤害。好，所谓控制伤害，就是说这些断肢的截断，通常有时候会伴随一些比较重要的血管，造成大量的血液流失，可能就会造成病人休克，甚至失去意识，陷入更危险的状态。所以第一时间好去减少出血，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做这个肢端的直接加压，去减少出血，控制伤害。那第二步呢，同时之间也不能忘记我们这个脱落下来的肢体，所以很好的保存肢体，减少肢体送达这个适当医学中心的时间，其实也是相当重要的。好，那肢体如何保存？最主要就是将肢体可能要放置在一个手边可得一个干净的塑胶袋里面。那在袋子的外面呢，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是以一个冰浴的水去做一个冰水浴，尽量去降低肢体的温度。那我们比较不建议的是直接用冰块去接触肢体，因为有时候太过冷的这个情况下，也怕这肢体造成冻伤，所以我们会建议装在干净的塑料袋里面，同时外面以冰浴去降低断肢体的这个的温度，然后争取一些这个缺血的就是减少缺血带来的后续的后遗症以及伤害这样子。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尽速的送医了。虽然遭逢这么重大的意外以及接下来漫长的复健过程，不过吴先生对自己以及对基隆长庚医疗团队非常的有信心，相信未来一定能重回大海，再做最爱的潜水教练工作。我还是会继续潜水因为发生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第一学生也没有事，然后学生安全之后，然后第二我想说我的脚接不接得回去，然后接不回去的话。装义肢可不可以潜水？就这样子，我也就想到这样子而已。不过他已经接回去了，他就接下来就继续的去跟他积极的治疗。基隆长庚医院院长赖其俊也以拍长手骨颠倒用勉励吴先生，同时希望以吴先生正面的成功案例，鼓励有类似病况的病友，相信专业，配合治疗，积极复健，一定有机会重回正常生活。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从简易的飞行原理出发，加入民航法遥控无人机管理规则，国中学生无人机营队在基隆商工展开，借由模拟器进行无人机操作，并实际动手制作实体机，还有操控4旋翼机在户外试飞，最后进行室内的无人机穿越比赛。那无人机穿越赛呢，我们有适法性，就是因为它是在室内飞行，而且它的造价比较便宜。我们就这造价比较便宜，不是一般的那种商务机，可以把它推广到国中国小。我们希望以后呢，藉由这机会呢，让基隆区的每个国中国小都能够玩到无人机，去启发他的学习兴趣。兼顾现场教学的安全性，圆想飞的孩子一个飞行梦。那个模拟器的部分，然后还有试飞的部分，跟这个穿越的活动。这名国中校长感谢机商的跨域合作，甚至能派出学生参加台北市办理的全国无人机竞赛。正滨国中我们一开始是成立遥控车社团，那后来在基隆商工航电科的协助之下，我们加入了无人机的部分。孩子的学习的兴趣变得更高，而且他们的面向更广。那我想这是一个跨阶层合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民政处长张元祥也特别到场观看孩子们的比赛。我相信在基隆这个地方，我们有山海景，未来我们更多的学校学生来透过跟基隆商工的合作，来学习到空拍机的技巧，对基隆市风景的采集上面都有很多的需求跟帮助。基隆商工以微型化的无人机进行教学，大幅降低成本，也兼顾适法性与安全性，让孩子的飞行梦可以实现。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新北市莺歌工商本次特别办理的新传讲座，邀请协和陶瓷公司的创办人林光清前来与同学们分享经验。这次林光清特别以陶瓷产业的历史发展与未来为题，勉励莺歌工商的师生们要能够传承陶瓷的使命，分享自己在陶瓷界的努力与经验，期许能够激发出更多不同的火花与光芒。其实陶瓷是一个最传统、最古老的行业哦。那有好多人说它是一个，尤其在台湾说它是一个夕阳工业，其实不是啊。我就以我自己来讲啊，我到现在我这个陶瓷的产业，
还做得可以，甚至讲的说还很辉煌哦。那当然，做这些大体上都要很用心、很认真哦。做这一个陶瓷，很多的情况，我讲起来说，我做陶瓷态度还是一些成功的要素哦，是一定要勤奋，然后一定要严谨，然后要很用心、坚持。有了这4大要素的话，做陶瓷它一定可以做得很好。然后刚刚讲的做得很用心哦，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哦，待会我也会跟学生讲哦，我做了很多全球的星巴克马克杯哦，那这一个马克杯只要是摆在星巴克的店里哦，我们的产品很多朋友一进去看就觉得说，哎，那这个是协和的产品，因为我们很用心做，然后这个陶瓷就感觉到特别的有温度啊。莺歌区长钟耀磊特别代表莺歌区的居民感谢林光清来到莺歌区勉励学子，并且分享他的企业经营经验与见解。林光清多年来的专业成就，足以成为台湾陶瓷产业的亮点与楷模，让学子们受益良多。就是针对我们的陶艺的一些点哪些东西是我们有可能是一些台湾不足之处在哪，然后针对协和陶瓷它的特点在哪里，其实我们一直在研究。其实也谢谢林光清董事长真的，我看了蛮多的光清董事长一个简介其实对于品质跟于认真、对于要求的部分怎么样来做个兼顾一定非常的不简单。那另外我也知道林光清董事长，其实刚才我已经搜寻了一些资料，其实真的光清董事长对于我们的社会的一个协助真的也非常的多。其实我蛮在乎的，就是说，刚好那个光清董事长也做有个协和基金会20年来如一日做一些善心的义举对于我们弱势又需要帮助的人真的都不遗余力。包含我还看到还有针对我的电子眼的一个协助，还有疫苗，包含我们可能对于教育文化传承的一些部分真的都是不遗余力，所以让我感觉到真的是一个等于是台湾的一个真善美的一个传承莺歌工商校长严龙元表示，创新莺歌技职牛耳是学校办学的具体目标。林光清在陶瓷业界的创新努力与专业，刚好可以验证莺歌的陶瓷工艺在业界享有最高的评价与盛名。他更要代表学校感谢林光清特别拨空回来莺歌分享其成功的经验。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缘我们的慈岭的林光清董事长我想他在台湾的经营这个陶瓷是有超过50年我想他的出发点也是在莺歌。那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刚好邀请他到我们的学校来，把他这50年来的一个在陶瓷方面的一个成功的经验，跟我们学校的陶工科、美工科，甚至我们的国中技艺班的一个同学们分享。我想透过他的一个成功的经验，也可以知道一下我们的同学们在未来在陶瓷产业方面可以在哪一个方向做一些努力不管是升学，不管是就业我想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方向。记者李根基新北采访报道。